来关心转台大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雄的公民团体，今仔日宣布送到第二阶段37000多份联署书。罢免团体是呼吁家人爱站出来，唔通阁互国民党食人告告。那林派雄讲会正面迎战，争取无同意罢免的选票。真感谢大家。 今日四度下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雄的公民团体几人集派，由各地方的公民团体会同23亚线送件，全部递交37533份二阶段联署书，下过法定的条件123%。每一箱的联署书顶头拢打边缘人来送件。反击林派雄北讲，罢免团体是边缘人。 罢免团体强调，唔能够再互国民党对过人食人告告。阮希望讲，家人市民，咱会使勇敢起来，袂使互国民党利用咱家人的敦厚，软头深骨，食人告告。咱一定爱甲因的家族政治轮流执政的这个情形，甲伊拍破。报团表示，37533份的二阶段联署书。 有1万份是双北加其他公民团体斗相共努力签出来。林派雄身为国民党贵人市党部主委，无对张延祥涉嫌用核证系统查个人资料做出道歉。对此，林派雄正面对战，强调已经做好第3阶段的准备。 而我一向不会逃避任何公民的检视，我也不会，我会继续用我的表现跟我在立法院的努力，去帮基隆争取更多的预算。我想我们基隆人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纷扰，那今年我们会再一次勇敢的面对这一切。大罢免二阶段联署，这嘛正入尾声。目前有31席罢免国民党立委完成二阶段送件，但是罢免民进党立委的部分。 因为国民党各地党部牵涉到不实联署，目前是无递交任何一位立营立委二阶段的送件，并且31比0的差距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